OK， 2020年第43條題目就話一個箱入邊有8本中文書、7本英文書。咁如果喺個箱入邊同一時間抽5本書，咁就問你最多抽到3本中文書嘅 probability 係幾多？咁因為最多只可以抽3本中文書啦，咁所以其實我哋只要考慮抽到0本中文書、1本中文書、2本中文書同埋3本中文書嘅 probability 就 OK 噶啦。咁其實 for 呢4個 case 嘅 probability 嘅分母咧，都係15本書入邊抽5本咁啦。咁所以咧分母就係15C5。咁然後 for 抽到0本中文書，咁就好似喺7本英文書抽5本咁，所以分子就係7C5。然後 for 抽到1本，咁就好似喺8本中文書抽1本，同埋7本英文書抽4本咁。然後 for 抽到2本中文書，就好似喺8本中文書抽2本，7本英文書抽3本。最後 for 抽到3本中文書，就好似喺8本中文書抽3本，同埋7本英文書抽2本。咁只要我哋將呢4個分子加埋一齊，咁呢個就係我哋最後嘅答案。咁就等於21加280加980加1176 over 3003。咁最後答案咧就等於9 over 11。咁所以咧答案就係 B 啦。